人讲这囡仔一暝是大一寸，囡仔人困眠是真重要，困有落眠，囡仔才有好的发展。这台师大教育智库甲国科会研究团队长期以来伫咧追踪台湾囡仔的困眠状况，发现台湾3岁囡仔超过1成拢困无饱眠。下晡时的公园，常常看到爸母带囡仔出来佚佗，有的塞铃母车，有的陪囡仔四界走。除了和囡仔培养感情，真侪爸母也认为，互囡仔出来看看走走咧，囡仔暗时转去会较好困。根据卫福部的建议，幼囝逐工的困眠时间，包括困中昼，上无爱有11至14点钟。根据台师大针对台湾5000外1岁到3岁幼囝所做的长期调查，普遍的囡仔确实拢有困到11点钟。差不多应该12到13点钟，应该有7、8个小时，这样算11个小时吧。这样的话，应该有12到13个小时。随望平均来讲，这个岁数的囡仔大部分拢有困超过11点钟。不过，透过台师大这项幼囝发展调查资料库建制计划，佫会当发现困无够眠的囡仔年岁愈大，比例是愈悬。3岁囡仔甚至超过1成拢困无饱眠。除了困眠的时间真重要，研究也发现讲，较早困，毋若较有眠，对囡仔的发展也较好。我们建议，其实孩子要在7点到10点这个时段就应该要入睡了。我们建议9点半就要睡了，不要超过10点。研究也发现，国内1岁到3岁细汉囡仔，大约有5成超过10点才去困。学者建议，囡仔爱10点进前去困，各方面的发展会较好，嘛爱互囡仔减用电子产品。如果有出去拜访啊，有户外活动啦，有去书店啦，或者玩一些物品啊，它的整体的这个它的睡眠品质都是比较好的。研究团队也发现，政府本的儿童健康手册内底，较欠缺幼囝困眠的卫教资讯，记录囡仔状况的表，也无困眠时间的项目。因呼吁政府会当提供更较侪相关知识，互家长知影囡仔困眠的重要性。记者刘时武、谢桂林台北报道。